田尾桥是这个我们7道南102线其中的一座桥。那么它往西呢，它是可以通到圣贤国小，还有接新营的东山路。那往东的部分呢，可以通到4道165线。这一座桥呢，因为它长度原来呢只有30公尺宽，但是预计的河道是差不多要60公尺宽，所以我们这次把桥梁的长度从30公尺宽呢加长到67公尺宽，所以它排水的断面呢就增加。另外这座桥的宽度啊，本来只有10公尺，我们也把它拓宽为12公尺宽。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这个道路的宽度比以前还要宽，所以无论在交通上或者排水上呢，都有很大的注意。之前这条桥原本伊是缩小伊，缩小伊了后，民众伫遮经过行车安全，敢若车好车有几啊变。这边咱市政府区公所大力的帮忙，互咱这条桥伫遮咱东河参尾经过遮乡道的人加做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煞排水，本来这来到这，咱桥是30米，来到这这就缩起来，缩起来就积水，落雨就淹水。所以即马甲拍开，排水拍开，桥无拍开，桥就落去啊！所以桥嘛要延长，所以本来有30米，延长到60米，安尼看大家就知啊。第二，看度，你车转来这拢12米，驶到这转来剩10米，无注意到倒桥墩啊，这就交通的危险。所以咧，看度目甲增加到12米，甲这边看。所以咱车驶过来，乌倒摆骑过来，毋免讲驶入中叫车弄着，还是讲驶入遮去弄着桥墩。所以这个安全性。甲即个排水性拢兼顾，而且有一个新桥，真紧的时间内到个月把即个桥起好，无影响到咱的生活伤长伤济。所以伫遮呢，感谢拄则咱的苏局长有讲介绍讲，过来桥甲东山相关的105的还是讲大埔桥种种，这拢是希望讲把即个桥做好较袂淹水，较袂封路，较毋免封桥。所以伫遮简单甲大家做一个解说个报告。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2月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要让台南的农产品更加有国际竞争力，台南市政府伫玉井区打造低温蒸热双简易处理园区，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到场主持，预计伫113年年中会当完工启用。6号透早，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伫台南市长黄伟祺陪同之下，来到玉井参加农产加工冷链物流中心动土典礼。相同。海地平安，迎亲地个。这座物流中心占地5.74公顷，预计伫明年就会当完工。这几档台湾农产外销量大，冷链物流中心会当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延长青果保鲜期，并调节产销。要安怎有足好的加工，足好的处理，还是讲足好的冷链，这拢足重要。若去到遐品质真好的时阵，大家都讲哦，这是台湾的骄傲，台湾之光啦。其实台湾的农产品就是台湾的光荣，台湾的骄傲。这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拢来做伙来打拼。过去看看好的设备，台南侪侪农产，亲像是柚仔、山药、枣仔等等，拢只会当送到中部进行作业。未来有了这座冷链物流中心，就会当就近提供服务，互台南唔但有产地优势，也会当收购南部地区的农产品，把产销的饼做大。这个建设经费从5亿元，然后后来追加到6.39亿元。那所以说，坦白讲，工程是蛮浩大的。那也是这个南部地区应该是冷链系统里面最大的最大的厂之一。市长黄伟祺也特别送到伴手礼给议长，伊表示希望这座物流中心会当量早完工，予台湾冷链加值，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随后，行政院长嘛由市长黄伟哲陪同参加伫林德地荒地举行的三夜溪中下游治理工程的竣工典礼。院长嘛视察三夜溪排水治理工程，希望伫个竣工以后，会当真正发挥效果，有效降低饮水的威胁。伫市长黄伟哲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的陪同，行政院长陈建仁上午带领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甲发言人共同南下主持三夜溪中下游整治完工的典礼。市府为了改善三夜溪排水问题，甲水利署共同合作，投入分段的整治，而且伫个前2位院长的支持下，纳入中央的精简基础建设的计划，互原本需要7档的工程，提早3档来完成。刚看到我们光是三野溪，这个地方107年0823是时雨量65，那这个是几乎 double 111.5，就110年的0731是111公里，总雨量这个300多，这500多，但是淹水面积差20倍、26倍，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整治的效果就有出来了。那现在整治还有后续，这其实最难的就是把那个，因为国道1底下的桥墩跟这个道路底下的桥墩都挡到了三叶溪的水流，后来就想办法把它移动，那在不影响国道1的交通，不影响到这个通行的这个前提下，能够让水流能够增加这个面积排水的面积这会当完成讲老实话是政府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讲7年的工程会当提早3年来完成这就是因为咱的水利署第4河川局、第6河川局跟第7河川局大家携手合作。我是安怎要讲这点呢？因为大家拢足清楚，咱最近要伫立法院提出的3800亿的疫后特别条例跟疫后的特别预算。迄阵前瞻建设，就是咱在座这的立法委员极力的支持政府认真做，就会当咱的百姓生活过得真好，嘛真美满同样的这个3800亿的特别预算内面嘛是有这个河川整治的部分嘛，还有要照顾中小企业，个这个中低收入户等等嘛需要咱的迄个地方政府大家来拍拼。所以讲我就足望讲这个三野溪的这个整治的计划会当做咱这个3800亿的疫后韧性重建计划的一个楷模拜。咱的中央拜托请咱的立委一定爱支持这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会让尽快的通过。经济部水利署表示，三叶溪的整治以万代桥为界，分做2阶段。第一阶段是紫檀桥到万代桥，伫107年完成整治。第2阶段对万代桥的下游到二林溪口，由着市府办理都市计划变更甲用地取得，其中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嘛特别无偿来提供土地，建立大型的抽水站。在这一次的三叶溪的整治里面我们中华医事科大在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无偿的提供了200平方米的一个土地应该是2/3个停车场，来新建一个大型的抽水站9 CMS。那在整个工程进行期间我们也配向工程的进度来做一些防护啦，或者是一些物料的一个资源。那我想中华医事科大在三金大学社会责任上，一定会与中央跟地方共同来做这些治水防洪的一些努力。也希望这条三叶溪河两边的学校跟居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我们学校，我们这个地区也永不淹水。另外，伫个整治后续，还有8座桥需要来改建，目前完成的有3座，今年底会用的完成有4座。市长表示，后续还有抽水站加太子庙的中牌，大约需要7亿的经费。市长嘛希望中央会用的继续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正统落里门圣母庙2023家春牛下日活动，4号暗时进入最高点。市长黄伟哲也亲临现场，参加车队采鸡，
变春牛、笑春牛加起炮仪式，祈求新的一冬气温从容，国泰民安。正统罗里门圣母庙迎春牛系咧活动，伫4日即天闹热登场，数十万的市民甲游客将活动现场客甲满满，共同参与变春牛甲抢春牛的闹热气氛。伫结束抢春牛的活动后，随即展开起炮仪式，由市长黄伟哲、圣母庙主委王晶莹共同启动，精彩国美的烟火将活动炸入另外一部高潮。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是众星之都，更是文化古都。明年也将迎来台南400冬，迎春牛等传统民俗是台南重要无形资产。特别感谢罗里门圣母庙以及各民间团体对文化传承的付出。圣母庙主委王晶莹也表示，圣母庙迎春牛的习俗已经有数十冬的历史，过去2冬考虑到疫情因素而取消。今年重新举办，真感谢台南市政府以及相关庙宇团体协助，让今年的活动会当顺利圆满进行。伊也代表圣母庙欢迎大家做伙来迎春牛看烟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欢庆元宵节，太极门台南道馆特别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去抽红包、做麻糍，甲体验怀旧的动漫。活动由神奇家族的舞蹈表演来开场。带来满满的欢乐能量。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天辉、各多位议员也拢到场献上祝福。民众欢喜地抽出属于家己的5包红包，另外一边还有麻糍 DIY、怀旧铜碗、折纸兔子等等。这是太极门台南道馆伫元宵节当天所举办的欢庆活动，现场由神奇家族欢乐送五宝舞蹈做开场，插入现场的气氛。台南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陈天辉以及这位议员拢到场祝福。其实我在过去当民意代表，在当下当行政首长，都看到我们太极门师兄的师姐的身影。好，不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或是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出人头地非常好的表现。尤其对于社会的责任，不仅是练功自我修持，也是这个对别人的一个善意。因为自己修持的好了，那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善意互动，那就自然别人更好，那自然变成一个善意的循环。我们除了是练功、练身、养生，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神器家族所有的 Energy Girl 跟 Energy Boy， 说真的都是非常有力量、有力道的，这就是我们太极门。所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也愿意做大家的后盾，也希望大家做我们的后盾，彼此让我们这个社会，在我们的掌门人，我们洪道士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有更多的未来与方向。因家新的一档，太极门也邀请企业家来演讲，分享因成功的故事。开赛！活动最后也邀请所有议会民代以及民众上台做开心的动作，并共同点灯，向请着今年会当万事顺利、平安顺心。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每
个盐水风炮闹热举办以后，现场的炮仔夫甲本色拢大大考验清洁队。环保局6号一头早就调派185位的清洁队的人员，抓着各种摒扫的机具，用上紧的速度，大约伫下午8点外，就完成风炮主场甲咸水区主要道路的清理工作。预估这届咸水风炮的活动，伫咸水区总共清理出23栋的粪扫。前2冬因为疫情的考量，盐水蜂仔炮规模较小。只有盐水各种的主炮声有释放。今年挥别疫情阴霾，除了主炮声，也恢复射警沿街放蜂仔炮。为整理大街小巷的炮屑，环保局调度北河、下营、柳营、客家、后壁、东山、麻豆、新营、六甲、官田、嘉义以及咸水等10个区队，总共185名清洁队员以及机具出动整理环境，总共清出23栋的粪扫。我们的环保志工跟清洁队员就漏夜进行这个清运跟扫除。那总共这个到今天早上8点以前就已经主要道路就恢复畅通跟干净。那在11点以前就是10点多以前就已经恢复了所有盐水的大街小巷的干净。那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持续的去巡查。以确保100%的能够恢复这个干净。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也清出蛮多车的这个垃圾了那也希望说参加这种大型活动大家也能够把自身的垃圾带着。那炮屑当然没办法，把自身的垃圾带回去，那不要再造成我们清洁队员跟环保志工他们都很辛苦，不要再造成他们的负担。环保局长许仁哲指出，环保局特别事前推演恢复沿街放蜂仔炮，清洁范围扩大，所需要人力、机具以及工作动线等。今年加派6架、官田、嘉义等清洁队的清洁队员恢复环境清洁。事实上，环保局不止先后，自活动一开始，就区队的清洁人员行动维护环境，对着环保局当年的辛苦付出也非常的感谢。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108年乳癌新确诊的个案超过14000位，是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1位。大安妇幼病院乳房中心主任蔡尚达表示，乳癌已经是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可见乳癌防治的重要性。所以定期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是乳癌是不是会当活落来关键。国民健康署每年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乳癌的筛检，而且乳房的黏液会当用来侦测乳房的钙化点，或者是微小的肿瘤，发现无症状的零期乳癌。目前世界公认上普及而且有效的乳房筛检工具，就是2D 的数位乳房摄影。不过，东方的女性大多数是致密性的乳房，因为乳腺重叠，造成无法度早期侦测乳癌的病灶的缺点。因此，拥有筛检甲诊断乳房的判断，就相当的重要。目前来说，乳癌还是女性好发癌症的第1名。那目前最主要降低乳癌死亡率的方式，还是能够早期筛检、早期治疗。那目前台南地区大部分的筛检是依赖巡回车。那因为我们台湾地区的幅员比较辽阔，巡回车还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市区民众不妨可以利用好的固定的定点。好的医院或者是诊所来做固定地方的乳癌筛检，可以获得更好的筛检品质。那同时，如果筛检院所拥有乳癌确诊医院的能力跟资格的话，在同一个单位可以完成筛检以及确诊，可以让民众减少转诊到大医院或医学中心的奔波以及繁琐的流程，所以在确诊的品质、时效性上面会获得更好的发挥。
其实在我们公卫政策以及民众来说的方便性，都会希望说就近能够在卫生所或者是居家单位附近可以做到筛检。对，这个是我们希望把量做起来，获得筛检率提升的一个主要方法。那我刚刚讲说，如果你在固定地方可以比对旧片，所以如果没有变化的良性发现，就不用一直在被抓回来做确诊。那如果说有一些早期的变化，例如说是新增的钙化、结构扭曲、肿块等等，在比对旧片之下，可以更早发现一些早期的异常。所以呢，我们希望民众能够在固定的单位受检，可以提升更好的诊断品质。大安妇幼病院对3档前成立年防中心，引进专属为年防摄影，并且通过年间确诊病院的敏感，对108年7月成立以来，诊断出超过300个年癌患者。现在还有3D 乳房断层摄影的加入，加上超音波等多种影像工具的定位，取得可疑的病灶，希望早期诊断，会用减少晚期年癌造成的生命损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位52岁陈小姐，伫1档前突然间开始头壳晕、失眠，甚至是腹肚痛，对工作甲生活造成真大困扰。前往病院检查以后，才知影是肠燥症。这种疾病伫台湾的盛行率高达10%至20%，不过病患当中却只有15%的人会去看医生做治疗。一名52岁陈小姐伫1档前开始常头壳晕、困眠无好，甚至是腹肚痛。虽然放屎了后会稍微改善，也毋过这款情形严重影响着工课以及生活。前往病院予医师检查，才知影是肠燥症。我们定义当然是说，至少症状能够超过半年前就应该发生啊。最近这3个月，每个礼拜至少有一次腹痛，或合并一些大便习惯改变。好，这样我们就诊断这种肠燥症。压力大、生活作息无正常、爱食咸、啉咖啡、饮食无正常，都有可能会引起肠燥症。这款症头伫全世界盛行率大约20%，伫男性当中8.9%，女性较侪来到14%，其中伫台湾的盛行率更高达23%，而且只有15%的病患会就医治疗。它这个当然牵涉到一个外界敏感，那加上它肠道敏感，所以它蠕动就不正常。有时候是蠕动过快就拉肚子啊，有时候是过度蠕动，但是是严重的那个痉挛痉挛就等于说便都排不出去，所以他想大便是大不干净它造成他有一种像便秘的症状就出来，所以有些就是表现出来是一直拉很多次，有些表现出来是硬的像羊大便的，或是一个像铅笔状的便一样。这种疾病来处理是因为它多因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考量每个病人的状况不一样，会用不同的药物。肠燥症的因素非常的多，除了量早就医治疗，上重要的是爱调整生活习惯，加食膳食纤维的食物，随时保持好心情，才会当有效缓解症头。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年纪大的长辈，若是有体重减轻，无想要食物件，就是营养不良的高危险群，需要赶紧找医生做评估。现代病院高龄医学部医师王冠元表示，如果不是恶性的肿瘤，有可能是体内欠缺锌，会当靠食物或者是病院的处方用锌片来做补充。现代病院高龄医学部的医师王冠元表示，锌会用来提高人体抵抗病毒感染的免疫细胞的功能，但高龄者甲慢性病患者有锌不足的风险较悬。当患者因为营养不良或者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容易出现体重减轻、食欲不振，有可能是锌缺乏所引起。因为老年人常有许多的慢性疾病，那也会有营养不良的状况发生。那像是慢性肾脏病或慢性肝病，或是一些肠胃道的疾病，都会影响到整个锌的吸收。那锌的缺乏的话，会引起食欲的减退或是免疫力的降低，伤口的愈合会减缓，甚至有掉发或发质变化的状况。那这些都是一些征兆。那如果可以适当的补充锌，可以改善老人家的免疫的状况。也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得到改善。那也有说食欲锌可能也可以
有那个食欲刺激的效果。医师表示，新的补充除了靠食物，另外嘛会用在医师的评估下使用新的补充剂，不过可能有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如果过量补充，嘛会干扰着体质的吸收。因此，医师呼吁高龄者应该先确认有锌缺乏的问题，再过来补充，比较较安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